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先增加4个本土病例，14个境外病例，国产的人疫苗无通过 EUA， 公司强调讲会针对印度变种病毒来做试验。南投2个山鸟市拒绝零检哦，赛车弄警车，佮逃走后来掠着人，车内有正珍贵的衫仔，佮有毒品。顶礼拜六，美国为着病带的囡仔超过1900个人，印度变种病毒对12岁以下无疫苗通做囡仔威胁真大。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新北市有2例，台北市嘛有2例，佮有14个境外病例。今仔日无死亡的案例，咱们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确定的病例哈，那有本土病例有4例哈，那其中里面居隔阳性的有2例，好，那台北跟新北哈各2例。那境外移入比较多，境外移入有14例哈，死亡的个案没有哈？那境外移入的案例大概是澳洲哈，在澳大利亚1例哈，那美国、英国各2例，那缅甸的哈有9例，那总共的人口涵盖率是39.21%，那祭祀人口比是42.13%。今天中午那个登记要打高端的哈，预约要打高端的，现在有大概是应该更晚一点，应该是到39万人哈。我们现在我们在台湾现在所用的，或者即将要进来的哈，不管是从 AZ、Moderna、BNT 高端，这些都没有含有这些相关的株细胞，所以我们的亲生的朋友这些都属于可以用的。再来看指挥中心昨宣布讲，国产的人癌疫苗无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的审查，所以专案制作无核准。过来专家是建议讲，人癌会使去做第3期的试验来看效果。人癌嘛发声明强调讲，写数公告的综合抗体标准是以 AZ 疫苗做标准哦，所以人癌会过来申请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来做试验。国产疫苗连亚升机无通过食药署紧急使用授权 EUA 审查，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综合抗体数据无通过审查的标准。针对这点，联合疫苗临床试验总主持人黄国斌认为讲，疫苗袂当干那看综合抗体效果，还佫要考虑 T 细胞的反应，这是疫苗敢会当长期保护的关键。T 细胞的反应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 T 细胞的反应，第一个它是有这种记忆的功能。那第2个就是说，我们的杀手细胞它可以去杀死这些被病毒感染的这种细胞。咱人入面是认为讲，联亚爱做第3期的试验，才会当较有说服力。联亚的 B 细胞目前不及格，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给它紧急授权使用。可是，如果联亚一直宣称它的 T 细胞有功能的话，它就要去做3期临床试验。要参与联亚第2期的临床试验的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联亚的受试者安排因子疫苗。所有的受试者，不管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都应该给他一个安排什么施打有效的疫苗，不然他以为我是实验组，那我打了实验的疫苗可能也有效，那将来就变成破口。针对这点，联亚发声明表示，经过第1期甲第2期的临床试验证实讲，联亚疫苗会当予 T 细胞去对抗病毒产生免疫力，甲 B 细胞对病毒产生综合抗体，尤其是对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也是有产生综合抗体的效果。不过，食药署今年6月份才公告，以 AZ 疫苗产生的综合抗体的效果，正做免疫交接认定的标准，也未甲目前流行的病毒株考虑在内。也就是讲，即马主要咧探烧的已经毋是武汉的病毒株啊。而且免疫交接除了长期综合性抗体的效果以外，嘛应该爱甲 T 细胞免疫、甲长期免疫等等考虑在内。所以最近联亚会向药品查验中心 CDE 甲食药署提出申诉。记者综合报道。高端疫苗公司早起开股东会，强调讲目前公司上重要目标就是赶紧净产报国。嘛讲望讲会当来帮助咱国友邦。也毋过有专家是指出讲，高端疫苗的中文说明书针对保护效期的部分，写讲目前保护效期不明，嘛不一定会当对所有注疫苗的人来产生保护的作用。所以专家嘛针对这点提出质疑。
高端疫苗早起9点召开股东会，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顺利结束。不少小股东亲身来参加，要来听高端。有机会可以向国外供应的话。股东会结束了后，总经理陈灿坚接受媒体访问，除了感谢股东的支持以外，伊嘛讲到高端现阶段的目标都是要冲产量，要把疫苗的数量保护有够额。第一个就是增产报国，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国际连结，使用无虞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的友邦。陈灿坚对高端疫苗的品质是真有信心。不过顶礼拜食药署公布的高端疫苗花文的说明书内底，有专家指出，伫第4点的特殊建议甲使用的注意事项，有关保护效期的部分提出质疑，因为内底写讲会当提供的保护效期不明，也要由进行当中的临床试验进一步来确定。另外，伫疫苗的效果的限制这个部分。内底有写讲，第2档若注高端，差不多2礼拜了后，开始会有中和抗体的反应，甲其他疫苗同款。高端无一定对所有的人拢会当产生保护的效果。不过，食药署批回讲，因为高端疫苗主要是紧急使用授权专案制作的，还未完成第3期的临床试验，才会注明相关的建议。整个第2期临床试验的执行期程是要打完第2剂之后6个月，所以数据大概10月、11月期末报告才会出来。然后 EUA 的话，就是因为公共卫生紧急情势啊，我们要赶快人家打疫苗产生保护力啊，不然等到第3期整个都走完的话，可能疫情会影响更大、更严重啊。食药署的官方网站顶悬，有提供 AZ 疫苗、莫德纳疫苗花文的说明书，内容内底伫保护效期甲疫苗效果的限制的部分，嘛同款有注明相关的建议。不过第6轮预约注疫苗要注高端的人已经超过30万人，部分的专家学者认为讲，敢是有保护效力，高端应该爱甲民众好好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传出讲，国内民众去别流自由行先煞注疫苗，产生未这纠纷哦。有一寡民众到位才知影讲无莫德纳疫苗通注。比如观光局台湾的办事处是表示讲，只有8月18之前出海旅客才有通预约到莫德纳疫苗。未来刚有莫德纳疫苗通注咧，该等比如卫生机关开会来讨论。8月14起，台湾北流旅游重新启动，因为陪北流会当做疫苗。自由行订单非常踊跃，不过有旅客伫16暗要登记疫苗意愿的时阵，发现若讲买出第1支表单原本有的莫德纳疫苗选项已经无啊，这会当算废税还是缴省？只有民间的班机不受影响，因为21号的班机还没有才刚刚开始预约嘛所以我们会再做新的通知。北流观光局台湾办事处表示，目前北流卫生单位也咧开会。了后会对疫苗种类进行公布，伊无好定刷落来，无提供莫德纳疫苗。旅行社业者表示，目前还未互通知相关信息，因为业者负责的是自由行业务，若是旅客就安尼要退订，也是爱按照旅游定型法来退费。我们会在这个出发之前让消费者他确实掌握这样子的一些资讯。那由消费者自己来做一些这个判断，至于确定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必要费用的这个产生。下定去北流旅客，包括想要注第1支甲第2支的客群。北流方面，若是未来确定无提供莫德纳疫苗，会当有期会降低旅客前往的意愿。如果北流自由行订单有可能会减少5成左右。记者综合报道。9月份特别开学咯，也毋过有一寡高中职以下学校的老师也未注疫苗。全教总甲民众党今仔就呼吁中央，应该赶紧予所有老师拢注好疫苗。另外，伊嘛要求讲，政府应该补助第1线教育工作者，必须爱做快筛的相关费用。老师注射疫苗，教育部12指出，全国高中职以下学校的老师甲职员，头一个阶段放入去名册有33万8千外人，已经有30万6千外人注射，比率有90%。但是9月就要开学，依然有老师也未注射。申请的代理代课老师唔知影什么时阵注射，引起烦恼。快8月中了那接下来开学很快的前10时间就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说现场的一个这个老师的一个疫苗施打没有完备的话，其实对于老师或者是学生开学之后的一个防疫，大家是会有忧虑的。
第二剂疫苗也唔知影伫倒位，开学了后，刚因为保护无够，又患有感染风险，为此教育部提指引，开学了后也未注射疫苗，或者是也未满14天的教职员，头一届去学校爱提供3天内底快筛或者是 PCR 阴性证明。到7天，阁爱做一届快筛。全教总甲民众党表示，应该由政府补助相关费用。如果今天你想象是一个，比如说代理代课老师，他其实9月1号开学之后，他还是得要到教育的现场。那一堂课钟点费可能不过400块。那如果他因为我们政府的政策的原因，他没有打到疫苗，那他每个星期他还要再多花费快筛的费用。这些费用不应该转嫁由现场的老师去做处理，甚至责成现场的一个学校去筹措这样的一个费用。事实上，台北市已经询问教育部，希望申请的代理代课老师优先来注射，但是教育部由原案指挥中心静静回复，请老师去平台登记意愿。若是快筛费用，7月底是表示也未规划相关补助，到即马为止也未做回应。记者就新志明台北报道。过2礼拜就要开学咯，因为政府规定讲，学生仔伫学校食中昼顿，嘛要用价班哦。也毋过有真侪学校就发现讲，最近的价班哦，毋若起价，阁买无。过2礼拜9月1日，学校就要开学啊。因应中央指引，学生伫学校食中昼顿也爱用价班。塘市南港国中1个月前就已经准备1500多组的价班，学校表示价班一组当时大约120块，即马已经起价，甚至欠货。目前很多学校都在抢购中，那他们其实原物料也蛮缺，它有小小的涨幅。就我所知，我们当时买是120，对，那现在好像听说涨到150、160了，对，那要看厂商实际报价来决定。各学校可以在这2个星期当中完成用餐隔板的购置，那也让学生们习惯用餐必须保持安全距离。镜头转到彰化县，有学校早已经透过家长会经费提前准备。也毋过也有学校价班还未完成，也毋过已经做好请专门小朋友分菜，甲针对班级聚会、有开距离等规划。校长，那这样子来得及开学吗？来得及。这个其实在做非常的快，切开。粘上去很快，我们大概100片就够了。小学校家长会他们都已经很快速的超前部署，然后都已经把隔板都做好了。那这样当然我的小孩来念书，我就会很放心。毕竟孩子没有打疫苗，我们大人是可以打疫苗。伫要开学，最近各学校拢在买价班，负担袂小，真侪学校也花价袂少。教育部针对各县市核定防疫物资补助，像塘市3200万，彰化县1294万，买防疫价班、快筛试剂、备用吹暗、加消毒酒精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疫情转好哦，台北市嘛要开放体育活动的管制咯。台北市体育局按算对8月20日开始要开放篮球、排球等9项的运动。也毋过哦，最后嘛是爱搁等市长来做决定。若属开放哦，未来卖看疫情的变化，2礼拜做一个检讨。伫休假期间，这2个查某囡仔相约要去场馆拍羽毛球。听到疫情较稳定，台北市按算利是要慢慢开放篮球场馆等9种运动项目，因拢正支持。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就是现在可能比如说篮球场也都没开，那如果开放的话，就是可以打自己想要打的球。不过有民众认为拍篮球人较多，身体也会接触到，引起真侪防疫的浪胖。我觉得现在应该还不恰当，身体接触太频繁。不可能，大家口罩都会戴得很好。台北市伫咧初十增加开放游泳等8项水上体育活动，一个卡球了后，体育局按算伫咧24日，搁再开放9种运动项目，包括篮球、排球、曲棍球、手球、田球、龟步、体操、野动一个合球。不过最后又爱等市长决定。那当然，就我们程序上来讲，最后还是要市长来通过。那目前就体育方面来讲，大概有挑到篮球、手球、排球等等，大概有9项。那是逐步就疫情的所谓比较宽松的情况，我们来配合来开放。台北市目前虽然开放游泳池，不过随身固件加吹风机依然无法度使用。体育局表示会收集大家的意见，每2礼拜滚动式检讨，并且做修正。民众的看法也正反2种，皆无同款。如果开放，
敢用的会去用，不敢用的还是不会用。觉得还是不要开放淋浴间和吹风间比较好。应该要忍一下，如果想要运动就要忍一下。体育局讲，学校的体育课项目会配合市政府的政策做调整，也希望民众在咧运动的时阵，有原来挂水安，而且无鼓励有比赛的体育活动。记者综合报道。10月份，行政院特别推出5倍券，即卖已经唔免再用1000块去领咯。行政院嘛规划讲，所谓券嘛有优惠哦，嘛有家庭的方案，也毋过各界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行政长苏贞昌是讲哦，会来整理大家的意见，找出上好的办法。菜市仔透早就真闹热，民众买物件摕现金去纳销，伫菜市仔是真肃常。知影行政院为了振兴经济，按算10月份推出5倍券，还阁免纳1000块，民众是真欢喜。毋过，若是消费者摕所谓5倍券来买物件，部分的反啊恐惊是袂收。不好意思啦，不会收的，因为也没有多少钱啦。数位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麻烦呐，对啊，因为它不像现金一样拿来就可以用啊。因为考虑一寡店头买卖金额无大，实体的5倍券，按算到时会有面额较细，会当方便消费。也若行政院嘛拍算提升数位券的使用意愿，经济部当伫咧规划数位券的优惠，还阁有别定的方案。只要摕健保卡，规家伙仔的数位券就会当做一概念，而且会当集中放伫咧其中一个人的数位口座。厝里若有还未成年的囡仔，若要领数位券，就免遐尔搞工。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可以代表全家去领，这样不是就省事吗？家里都小朋友啊，所以我全家人如果绑在我身上的话，我也比较，我是觉得可以啊。就是如果他们是已经成年，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使用方式的话，应该是分开来会比较适合。行政院长苏贞昌透早去家己视察，未少乡亲甲海报来迎接，海报顶悬写振兴券免开领。另外，针对所谓5倍券家庭规划的功能，可能会因为失去使用5倍券的自主权，引起少年人的不满。苏贞昌讲，会甲无共款的意见整合出上好的方案。我们注意到各方的意见，会整合出最好。厂商会加码，地方政府也都说要加码跟进。今年也会有数位各方面进行，大家可以期待。现在外界放弃讲，伫5倍券咧决策的过程当中，行政院敢是因为压力，才会向改变政策。苏贞昌强调讲，民进党伫做决策的过程当中，会有多元的意见，而且会为各方面好好来考虑甲沟通，希望长期尾做出一个下民意、有振兴经济、各当纾困作用的5倍券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有2个山鸟鼠哦，伫南投的仁爱分局头前拒绝临检，佮塞车去弄警车，警察嘛开枪要来警告，也毋过哦，后来互这2个山鸟鼠逃走，因后来家己塞车去弄着山壁，互警方领起来，车内底有100多公斤正珍贵的杉仔，佮有毒品哦。这2个嫌犯上当是会当80年6个月有期徒，上济会当罚2000万。不要去！警匪拼命，现场不断听到枪声，一台轿车乌白路，地点就伫咧南投仁爱分局头前。会哦，那个我们都有史以来长这么大，第一次来现场表演的，怎么不会怕？警方有在这里，他就冲啊，警察就开枪啊，还要跑啦。16号晚暗5点外，警方伫咧仁爱分局头前设拦检点，但是嫌犯直接开车弄3角堆甲警车，远近开枪吓惊无效，对方马上转翻头向山路来逃走。警方一路上来追，嫌犯车辆最后是家己弄着护栏停落来，驾驶5人级的男子开车门就跳落去山谷，副驾驶姓林的嫌犯是当场去抓着。警方表示，2名嫌犯拢是山鸟鼠，伫咧车顶抄出来偷错的珍贵茶壳甲毒品。警方正当防卫，对空鸣1枪后，再对该车开1枪。本分局追去3公里后，查获该车及1名嫌犯，车上起获100多公斤扁柏块木及毒品。另1名嫌犯跳下山谷逃逸。逃走的5人级男子掉清了后，沿路留下血迹。警方经过规暝的搜查，17号早起7点外，伫咧台14线77.5公里的所在将伊逮捕。立法院今年4月3读通过《森林法》第50条、52条条文修正草案，嫌犯偷错贵重的树木，要面临上当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南投报道。
再来看高雄桃园山区中段的对外交通哦，虽然公路总局正拍拼要赶紧来抢通，也毋过当地土石流是真严重。昨暗头啊又搁发生土石流，公路总局统计讲，对8月11开始到昨16，逐天哦拢有土石流，就算无落雨嘛共款哦。都学者建议讲，为着安全，应该先思考其他的替代道路。土石流亲像海涌共款一直爬过来，这是16号暗时公路总局所翕到的画面。公路总局统计，山区的土石流常常出现，11号到16号逐天拢有当时无落雨嘛出现。水土保持局统计，这届会估冲了1100多万立方公尺的土石量，雨水始终上游，还有700万到800万立方公尺的土石是留伫个原地。诱发土石流的雨量啊，也都很小，6小时才累积了20几个 milli 啊，30几 milli， 这个都很小。那有一次甚至没有下雨啊，只是因为支流的这个水一直灌进来，也能发生土石流，所以它是非常不稳定的。学者认为，短期内要抢通便道，无解安全，民众经过冒风险，建议思考其他的另外道路。你为着安全，公路总局嘛要增加上游的人力，而且要来买风鸣器。更上游的部分来增加我们的一个监看人员。另外，在施工的人员机具方面，我们要来增加几处可以紧急逃生的通道。另外，我们会来采购现场的一个风鸣器。学者评估南行公路是台湾地质上无稳的地段，尤其清河到福建这段更加是当中上复杂的所在。因此，伫雨水势也未稳定之下，无应该贸然来进场，将会向台东段通车来努力。而伫山区物资的部分，丰田直升机伫早时出动了2台架次，载了1200公斤的物资，嘛甲3名患者、2名家属送倒来高雄市区看医生。记者王刘静、陈hen坤报道。这个月10日，台中大理的文心南路路绑起哦，有一个查某驾驶着伤，市政府伫10日赶紧来修路，佮委托朝阳科技大学来检查哦。无想到讲，昨下晡4点半附近的道路又佮内一个大窟啦，互往来民众实在是真袂放心哦。市政府交代嘛，佮找无原因。快车道出现一个1米半长、1米深的大窟啦。当地里长到现场，赶紧采事故的标示。上次的地方，这次崩塌的地点伫台中市大理区文心南路快车道，昨日下晡4点外向南落去，加载无人受伤。不过，离这干那30公尺的所在，伫11迄天嘛落落去，第数一个赛车的负人人受伤。一礼拜内落落去2摆，互过路的民众是心惊胆吓。大家看到也都跟我讲说，尽量不要文心南路，不要走那些路了。时间发生太短了，所以会觉得说，怎么会又一次这样？因为这是往来市区的主要干道，车流量真大，市府17透早就甲路屯和平开放通车。不过到达2站事故，市府也是找无原因。跟那个污水管工程师做的位置，就感觉很近啊，是不是前端工程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一些震波，然后震动，然后让路基有那种松动流失的状况。台中市建设局强调讲，昨日发生的崩塌事故，中央科大伫迄天下晡3点外，就透过雷达分析出异常。在4点半左右，由朝阳科技大学通知本局，那前往的途中，大约在4点56分，同步接到里长的通知。虽然市府表示是透过雷达找出崩塌的地点，要连面做改善，初步判断不是因为下水道工作者吞无好势。不过，为11迄天第1摆落落去开始，市府就进行道路检测，到达也是找无原因，也互民众袂安心。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4点外，伫新北市3点埔有一个渔工要去倒粪扫，说，互一个警察要求讲要检查伊的居留证，最后佮甲即个渔工扣手铐，带转去分局。一直到半暝点外，发现讲是一场误会，才甲即个看护工放转去。毋但无道歉，佮甲即个渔工等伫路边哦。今仔分局长嘛出面来回释咧，讲即个警察确实有毋对，嘛已经接受处分咯。在伫招商外交警察去解问过，双方愈讲愈激动，警方甲伊手机摕走，甲人扣手铐，带转去派出所。不过家庭看护工即下工会代表当事人质疑警方执法不当。伫16下昼4点外，这位渔工落去楼骹等粪扫，
伫路边甲朋友讲电话，互警方大声骂，叫伊甲居留证摕出来，并且甲伊当作盗走移工，靠之后带转去派出所，被发现是误会，无道歉，因指控警方甲人等伫路边。移工他其实平常的活动范围是非常小的，所以他其实即便只是10几分钟的路程，他真的完全没去过。其实我们觉得警察用了非常多的柔性的手段，其实是一直要阻止他们报案。伫画面中，无挂水眼的这个查甫人，就是被指控的员警。秘书长讲，一直到头家陪移工讲要报案，对方才正无人员的会室里。三重埔警分局的分局长伫17亲自出面，承认警察有疏失，表示道歉。对员警执法失当的行为，本分局已经予以记过一次，用妨碍自由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并将员警调到警备队。警方讲，这位警察一开始是认为这位移工眼神怪怪、有问题，所以去甲伊问话。验过双方是语言未通，情绪搁真激动，才会产生误会。也澄清无甲人等伫路边，落车的地点离事发的地点只敢若700公尺。验过这位警察执法不当有疏失，已经做出挺诉，并且移送法办。但是移工团队犹原希望政府爱重视公权力歧视移工的问题，以免警方搁滥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航空飞弹部署的密度是世界第2，只输以色列哦。最近又搁传出讲，因为中共的军机愈来愈接飞来咱国的东部，空军是按说要伫都会区来部署爱国者飞弹，也毋过空军并无证实，只表示讲这是军事机密。另外哦，新上任的副参谋总长王行礼对美国登来台湾所违法出大7条的分哦，互海关查到。国防部表示哦，等下因隔离结束，会来调查好清楚。共机最近继小礁台进入咱国西南空域常态化，也出现东部外海空域，致使咱国空军空防压力增加。不过台湾航空飞弹密度世界排名第2，只输以色列。传出空军将部署伫台北、台中、高雄都会区的爱国者飞弹，抽调2个连轮流进驻华东地区。空军这边看的就是任何的包含装备的部署。机动部队的机动的调整，基本上都是基于我们国防安全的需求来确保我们空防的安全，可以透过实际的轮流进行去磨练这个官兵这个防空飞弹旅的官兵在野外进训能力，这个很重要因为坐垫式的防空飞弹阵地在战时一定会承受共军的大量的飞弹。但国民表示，爱国者飞弹采取固定加机动编配，所以固定阵地伫战时的阶段一定加做敌军战略目标。即摆将爱国者飞弹进驻华东，除了守护东部领空，也会当进行实兵检证。不过，就是国军严格对外应变的时阵。国防部副参谋总长王行礼7月才升官就任，却爆出整日结束公务行程回国，疑似敲诈7条分，互海关查获，也影响国军形象。我们在相关人员完成返国隔离的程序之后，会配合调查来厘清事实。总统府是2019年7月爆发震惊各界的国安私分案，官司也伫咧诉讼，2名涉案敌军军官一审拢互判重罪。即马国防部阁爆出将领超载分回国，国安私分案的警示效应敢是失效？国防部长邱国正阁会安怎处理咧？各界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每一档拢会举办的万安演习，新加坡去年的报告指出，讲咱国内有7个县市、38个村里哦，拢总35万人拢无受到警报。警政署是表示，因为都市发展哦，要使警报台的地点佮土地取得是愈来愈困难，会继续拍拼来改善。警报声大声伫咧弹，万安演习每一年会定期操演。不过，根据新加坡去年发布的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台北市内湖区西空里空袭警报的警报声是清在听无啥有。有啦，有听过啦，有，应该很大声吧？这边听得到，但是声音比较小。有时候就蛮大声的，那有时候就小小声的。靠大马路边嘛，因为路上就比较听得到嘛。我们有死角听不到嘛，所以他希望在听不到的地方找个点，然后再来射。其实毋那是内湖西空里，甲
到去年11月份为止，咱国的空袭警报涵盖范围还是无够。分做人口密度悬，还有人口数较侪的所在，为北部到南部有7个县市、38个村里，拢总有35万外人，无伫咧空袭警报台警报放送的涵盖范围内底。其中还有包括政府机关、病院，还有学校等等。经政署表示，涵盖范围不足的部分会赶紧来补强，别有漏交的。那这些警报因涵盖不足的地方那各县市政府将会先设置警报台、警报器会增设一些，然后并且协调各个村里广播系统还有警用车辆巡逻，还有以及辖内有关编组防务团来执行警报发放的替代措施。即马都市计划区甲经济是哪来哪发展？警报台设的地点是真歹找，土地嘛真好买。目前各地拢伫咧找找妥当的地点来设警报台，要增加警报的涵盖范围。网络、电视等等的大众传播媒体，若是常常未通的时阵，空袭警报台责任就搁较重大啊。记者综合报道。迄次今日重新启动的公投，延到12月才会投票。也毋过废协团体是指出讲，之前迄立场，员工的椅仔去挡着开关，造成发电机组跳机哦。这离离谱以外，无说哩，嘛有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灾害。所以因认为讲要讨论重启迄次，就应该甲所有上歹的情况，拢爱考虑入去，才做出判断。顶个月27，核二厂的2号机这伊弄到记忆法的开关，地势反应炉禁起来。全国废核行动平台认为，人一时的疏失歹暗算，无伫较后界会引发核灾。因也批评讲，台电自称核能安全是第一，毋过拢是台电家己想家己对，根本是害人民为核能赌性命。最夸张的是什么？最夸张的是，这一切东西都是他们说的。因为监视器放在那个地方没有录影录下，这就是台湾的核能安全30几年是这样运作的，我们就是拿命在赌。妈妈监督核电厂联名指出，台湾目前无为发生核灾这款上害的状况做拍算，若真正发生，恐惊无法度应变。抓准以日本福岛核灾，强制所开20公里以内的民众来拍算，台湾会有将近30万人爱离开家园。若以美国铁桥80公里的标准来考虑，台湾会有847万人受到影响，而且重点是根本无路通走。我们往哪里逃啊？都跳海了吗？不，跳海也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在那20公里外，整个岛都逃不掉。外联会表示，一直拢有为上歹的状况做暗算。我们都会假想电厂遭受复合式灾害，然后导致炉心熔毁。然后来测验、训练应变的人员怎么去抢救，以及场外怎么去应应。款团指记讲，毋捌看过有针对大规模核灾特例所开的演练，怀疑伊的成效。原联会表示，参考福岛的经验，目前是以预防性、分时间、分区核来所开，避免因为一声出现人阵甲车阵，阻碍着交通。原联会强调讲，今年是福岛核灾发生满10冬，咱全国核灾能量已经有整备，亲像收容所的能量、军警应变的能力，佮有侦测、辐射等设备，会尽全力准备好势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一份上新的报告，点名有7个所在经营非法的渔业，有29个地区违法掠海龟。台湾头一届第2个名单出现。渔业署是表示，这是透过访问渔港取得的资讯，安尼佮咱列伫黑名单内底实在是无啥公平。伊嘛已经联络美国方面来做了解咯。台湾籍的渔船为庆号，顶悬的外籍渔港应该绿色和平投讲，因伫8个月内共捞100公斤的鱼食，不过甲刷鱼身直接弹落去海底，牵涉到挂失起身的违法掠鱼。最近，美国 NOAA 就来发布2年一摆的国际渔业管理改善报告。台湾人有互人点油做记号的是，这个违停的3只渔船啊，因牵涉到非法转运鱼食，另外还佫甲渔货套揽海龟。台湾伫这2项黑名单拢有上榜，假使2年内若无改善，安尼对未来美国出口的渔货，恐惊会互人制裁。对于这样的一个资讯呢，美方在整个报告的过程当中，并没有跟台湾方面做查证。渔业署主张。
这份报告只是引述非营利组织的口述访谈，而且这个案已经是伫2-3年前发生的代志。直接安尼讲，台湾实在是太无公平了。台湾创啊渔钓协会嘛大声咧喊冤枉，并且强调讲，今年协会拢有发予渔船啊海龟交渡去。万不离海龟若是讲有去交钓，安尼就会当随时来甲放生。都是一些道听途说，或是没有经过证实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们渔业界也非常的不公平。基本上我们渔民不会刻意去捕捞海龟哈。美国比较在意的是说，美国他们自己有国内的法令哈，他们是要用比较大型的这个钩具哈，避免海龟会吃到饵料。目前美国点名只有29个国家，包括欧盟，包括法国、西班牙、日本、大西洋那边所有的相关的渔业国家，大家都被列入了。不过，外籍渔工咧投的这款挂刷鱼食的状况，学者认为讲，渔业署有责任来个调查好清楚。我们怎么样去起地哈？我们怎么样去检查哈？这次的指控我们必须要正视啊，但是我们要查明真正的原因。台湾最近这几年伫咧渔业管理顶悬有做真大的改革，学者嘛拢有甲肯定。不过，未少台湾渔船的头家因甲船啊甲登记伫咧国外，这落海上作业算是一款半放白的做法。也若这方面到底是要安怎来甲纳入管理，这嘛是真需要渔业署来甲做敲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海地大地震哦，佮继续的抢救，目前嘛已经有1419个人死亡，6900人受伤。海地政府嘛向咱国提出在面安置甲医疗物资的支援。双方今仔早起有做讨论，总统下令空军师130运输机待命，等下外交部佮交通部的航线申请完成了后，就当赶紧甲物资送去海地。怪手继续伫个倒去的建筑物来救援，希望能找到受困的民众。海地大地震死亡人数来到1419人，6900人受伤，正万栋的厝受到损害。因为桥梁甲道路有一寡断去，有一个所在是出动细只飞行机紧急甲救出来民众送医。来到病院内底，因为地震受伤的民众伫等待进一步医疗。海地政府除了向国际寻求救援，嘛希望团结海地民众，做伙来面对后续救灾重建工作。Ensemble, faut nous comprendre que nous avons vivre en catastrophe, que frères nous, sœurs nous, a souffert en pile. Nous décider que à partir de demain et pendant 3 jours tout, nous avons un deuil national. Nous avons un pile de monde qui mourit et nous voulons marquer au respect. Et c'est peut-être ça, le drapeau national a mis pendant 3 jours sur tout édifice national. 咱除了捐款50万美金嘛，准备要派救援队。不过海地为着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决定先请附近的国家来协助，不希望咱当支援灾民的安置，也有医疗救护物资。外交部嘛已经甲海地来讨论这物资的内容。蔡政府嘛准备要比较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案例，派咱空军的运输机甲这物资送到海地。在今天上午，由外交部与次长大雷与海地政府驻台临时代办维克多汉办理部分医疗物资与干粮等捐赠的启运仪式。如果友邦向我国提出需求，国防部会配合政府相关单位提供必要的一个协助。根据了解，空军的413等运输机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就等政府甲美国在内这届航程会来经过的国家完成联络，就会当出发甲物资送去海地。记者张志雄、谢振林台北报道。美国疫情因为印度变种病毒是愈传愈严重，顶礼拜六，美国为着病断的囡仔超过1900个人。因为12岁以下囡仔都无疫苗通做，这当毋望讲大人拢先做疫苗，才袂甲病毒喂互囡仔。这个为着新冠病毒的囡仔感觉真无爽快，护理师一直伫咧加护病房咧出入，互人真痛心的是，伊就是最近这几礼拜美国上界严重疫情影响到的儿小族群。It just makes you feel like you're just helpless, like you can't, whatever you do, you can't help your patient. 大人都爱积极来接种疫苗，减少烧化的风险。为美国有真侪座城市开始咧执行健康通行证。纽约市长别墅河16日开始宣布讲，若是无提出做过疫苗的证明，安尼袂当入去餐厅、健身房，也是讲其他的营业场所。伫咧17开始来生效，9月13来强制执行。目前差不多有60成纽约客有做过一剂疫苗。不过，伫咧较大型的散车社区，也是讲有色人种的社区，接种率就较低。My daughter's 10, and so she can't get
vaccine right now. So everyone should do their part. 医疗体系目前当咧对抗的是有关度小尾类的第二塔变种病毒。伫过去1个月来，伫美国社区小尾疫情一直咧扩大，安测范围差不多是规个拢是。根据路透社统计，美国目前逐天有新增加129000例，安尼嘛比2礼拜之前翻倍增加。不过因为12岁以下的囡仔无疫苗通治，根据美国卫生甲公共服务部的统计，规美国伫14度1902个囡仔确诊，也是讲亲像去喂着病毒来住院，这个数字创下新高。住院的囡仔占规美国住院人数的2.4%，而且大部分拢是伫咧美国的南部。医疗体系经甲真严，密西西比州伫咧顶礼拜提出，要增加65个医师、920个护理师，还佫有41个麻醉师，这各款的需求。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美国电动车的大厂特斯拉，因为自动驾驶的系统无法度发现掉伫路边的车，所以接受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调查哦。最新的资料是显示讲，有11件的车号是使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启动着的闪灯停伫路里有状况的车辆。流线型的外壳加上自动驾驶功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汽车，互真侪驾驶看上目。不二个自动驾驶功能，却常常传出讲，伊侦测袂到路边的消防车，去互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调查。当局伫个官网公布的文件讲，从2018年到今，已经确认有11件相关的车号。特斯拉伫个使用自动辅助系统的时阵，含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系统。竟然还佫会去弄到有闪光灯、照明灯含发闪光头咧试的这个紧急服务车。这份文件表示讲，调查会评估自动驾驶系统伫运作期间，用来控制、协助甲强制驾驶人参加动态驾驶任务的技术和方法。因为自动驾驶系统会当互车辆保持伫个车道的中央，佮和头前的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过，这项功能却常常去互赛车的人滥使用。竟然也有啉酒赛车的人，互车伫高速公路顶悬自动驾驶，甚至也有人伫高速公路顶悬，伊无坐伫驾驶座，却跳去后壁咧坐。这项调查牵涉到有765000台的电动车，包含特斯拉从2014年以来伫美国咧卖所有的车辆，包含 Model Y、XS 和 Model 3这系统的车型，受到自动驾驶系统事故调查的影响。16特斯拉的股价就来落31块美金，收盘的时阵是686.17美金，已经差价4.32%。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伫南投6股的梦中地点，过去又是林爽文事件的古战场，即卖是民众散步的好所在。当地社区发展协会最近就用在地竹仔来做医疗，互民众有所在通坐，有通歇喘一下。伫青山那内行路行甲忝啊，真需要一条舒适的医疗来休喘。南投6股的竹南社区发展协会真大心，伫明中竹南古战场和中原圳步道，沿路放几条椅仔，互行搭的民众通休困。两个方向的游客都非常多，但是往常有游客反映说，走了那么长的路，却没有一个休憩的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所以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呢。1788年，林爽文带领众人反抗政府，这个明中竹南也是事件当中一个重要的古战场，即马是正做民众散步的好所在。再搁一路通到另外一条中原圳步道，毋过有人反映讲，希望会当放椅仔，互人休喘。竹南社区发展协会就利用在地出产的明中竹，请居民发挥创意来设计做椅仔，行到脚酸就有医疗通坐。我们竹林社区呢，有设计了一款那个竹爽椅，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地特色就是我们的梦中竹。那竹子呢，在古早时期就是长辈他们都是拿来做那个椅条，长条形的椅子。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设计呢，就是再创新一下，那结合我们的比较耐用的铁材，然后设计在竹林里面可以让游客休憩的椅子。如果竹南在地明中竹是清朝时代引进，竹笋通做料理，竹仔也真适合摕来做医疗，民众也坐较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一个地友生物保育中心哦，利用新技术改新型的药剂，用吊大筒的方式，把药仔直接就注入去树茎哦，来治疗得着树癌的树仔。伫咧南投集集民权街，最近发现有项目去染着树癌，也受到热带灵芝的侵害。
公所赶紧和农委会的兽医生来替这的红红木检查诊断。除了这一颗以外，通常旁边的或许会有孢子的飘散，可能也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于邻近的也去检测，发现其实也有核根病。南投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特别研发新技术含药剂，利用吊大重的方式，将药啊注入去树根做治疗。 按2到3个月就会有效果。幸好我们特试中心有发明一个新的技术，就拿那个非农药防治，从那个抗病的耐病的植物里面抽取一些成分，可以抑制这个病原菌。从这个民权路的这些枫木呢，这个病症比较严重5棵，然后开始做医治，之后呢也会继续的普查其他的树木。英国树啊，若破病就会规丛徛黄，干那会当扑掉处理。即马有兽医生的检查和直升保育中心的治疗技术。 或者已经活有30冬的红红木，会当恢复健康，继续生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林务局接到民众的通报，讲伫花莲寿丰乡的附近出现埃及圣鹮，因为这是花莲头一届有规定的埃及圣鹮这种鸟仔出现。林管处是烦恼讲若是族群扩大，会影响到环境生态，所以嘛请拉人来把这个鸟仔拍掉。 伫花莲寿丰乡的气温啊，16有民众发现讲，伫花溪桥附近有3只真大只白色的鸟啊。原本局是讲是白灵狮，买手一个看，才知影是真高生团的埃及圣鹿。因为烦恼因伫遮定紧生团，所以赶紧通知林管处。 它很好认，它就是脖子以上都是黑色的，然后嘴会是镰刀状。它以后如果族群增加之后，它会占据本土鹿科动物的一个生存习性，也会对当地的这些相关鹿科产生攻击的一个行为。 埃及圣鹿主要生活伫非洲甲中东，40年前引进入来台湾，伫私人的动物园展示。尾就因为逃走出去，阁无啥物动物会食这种鸟啊，所以伊就开始伫野外大量生团。西部沿海的南地拢有伊的行踪，花莲是头一届发现规定的。林管处已经请东门部落德鲁规的拉人来到处理。 花莲之前都没有有这个例子过来，那今年算是第一次我们确定之后，确定3只在这里落脚，而且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展开，只要在花莲发现，我们就一定立刻移除的这种措施。提醒民众，埃及圣鹿虽然是有公告需要移除的鸟啊，不过一般的民众若无经过通报，要是袂当家己去处理。加上这种鸟啊是真猛醒，若是去用吓惊到，就会随便起来。 要来处理就更较困难，所以请民众若是有看到，要是要通报林管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的高明鹰是一级的保育类的动物。最近，屏东林管处甲屏东科技大学鸟类生态研究室合作，去高明鹰的收获，佮有鸟仔囝的成长过程，所有影片拢放伫网络顶头，是真珍贵的记录。咱嘛做伙来看卖。 高明鹰的鸟兽拢伫个草仔埔内底，暗时看到高明鹰阿爸掠一只鸟鼠转来，5只鸟仔囝抢要食。高明鹰鸟仔囝规身躯白色，哪亲像棉仔球，毋过愈来愈大汉，就变成蓬果面的妖怪。屏东林管处最近把这个影片放伫网络，互大家看到高明鹰古水佮奇怪的模样。研究人员嘛发现，高明鹰会使用人工的车架。 幼鸟快要离巢的时候，我们有帮它上那个黄色的脚环。那个黄色的脚环是可以在夜间被辨识的，所以后来有几只幼鸟离巢之后，在其他地方的栖架被我们拍到，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只幼鸟它是谁，然后它是从哪里出生的。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伫屏东高明鹰会出现的所在，设置21个车架，经过1冬多的记录。 这嘛是因第一摆做高明鹰个体监测，目前估计全台敢若剩300-400只高明鹰。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然后就是2次的中毒的情形，然后还有就是非标的的鸟网这些的危害，造成它的一些生存上的压力。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研究，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情形。研究人员希望透过影像了解高明鹰生活的所在，嘛推广无毒的环境，让高明鹰数量会当豆豆增加。记者邓亚文为做屏东报道。 来看嘉义有生态保育团体，因长期照顾的其中2对猴，最近是生2万多只卵哦，嘛已经有3只猴仔囝咯，互大家拢真欢喜。拄啊产出的猴卵，远远看有淡薄仔像绿豆啊，近看会看到胚胎伫内底咬的非常的古锥。6月到9月是猴的脱种期。
海保署的在地守护团队嘉义县生态保育协会照顾的生蚝内底，有2对最近生下来2万几粒卵，已经孵出3只，这是当地第一道孵出自然受精的稚蚝。产卵的受精率其实非常低，今年自然产卵大概有25000颗左右。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就是挑出来它的受精卵大概600多颗。拄啊孵出来的稚蚝长度到0.5公分，是半透明的，无需要饲。协会表示，剩的受精卵会陆续伫3个礼拜内底孵出来，至今嘛一直守伫校堤边啊，照顾生蚝甲因的卵。当然，影响的因素很多。好，最主要当然包括了温度、湿度，还有一些细菌、霉菌的感染等等。好，这些要素要去克服。因为海岸开发造成因生存地的破坏，野生的稚蚝愈来愈少，但有嘉义好米料甲新竹乡山湿地有发现踪影。海保署嘛表示，未来无排除野放这寡稚蚝，增加因伫当地的族群数量。记者陈焕武、柯建俊高雄嘉义报道。来看台东县伫上乡的大坡地是国家级的湿地哦，也毋过这几冬水质是变甲真歹哦。乡公所最近伫出水口设真侪网仔，要来阻止粪扫流入去湿地。有清洁人员就发现讲有真侪农药的管道，实在是真恶质。地上大坡地的水质经过这几年的清理恢复，慢慢恢复像镜同款。也毋过大坡地的水源大部分来自农田灌溉水沟，水沟啊无看过定有粪扫流入来。地上乡公所这个月想到一个办法，伫入水口设置乱网，乱侪粪扫，早起甲下昼各清出一大包的粪扫。清洁人员发现，除了清出未少保特瓶，也个发现有真侪农药的空罐啊。下午的话，在弄的时候也是1包，可是都是那个水点的那个弹药的那个桶子啊。乡公所表示，包括外月以来已经清出真侪游客甲民众乱弹的饮料罐啊，也毋过农药空罐啊会严重污染水质，乡公所要加强巡逻，一旦查获，要以废弃物清理法规罚清理到6000罚款。这个肥料罐、农药罐一定是乡民丢的啦，好，不管你是有意或不小心啦，以后就要再注意。地上大坡地是国家级重要湿地，水质维护甲粪扫掺外来成分的程度，互乡公所真头疼。也毋过即马设乱网，有效乱侪粪扫。也毋过乡公所呼吁农民，农药罐用完爱回收，毋通搁乱弹，避免污染水源。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